Hello，先祝全宇宙最美麗、最睿智、最有耐力嘅生物就係各位女士，婦女節快樂。但講真，大家對婦女節嘅第一反應係咩？係百貨公司嘅折扣券，定係公司發嗰支快乾嘅玫瑰花，或係終於可以名正言順叫另一半去洗碗嘅快感？唔好誤會，我哋今日唔走沉重路線。今日我哋要傾傾點解呢群平均每日要講2萬個單字，可以邊單手抱 B 邊打電腦，仲可以一眼睇出綠茶婊手段嘅神秘族群，值得擁有呢24小時嘅最高禮遇。其實婦女呢個詞喺唔同階段有唔同嘅魔法。20歲嘅你叫我婦女冇禮貌，我係精緻嘅法式小仙女。30歲嘅你婦唔婦女唔重要，只要呢日能放假，叫我大嬸我都 OK。40歲以後嘅你，女王駕到，通通閃開。不管你而家喺邊個階段，你有冇發現我哋好似都有嗰種1秒切換人格嘅超能力？喺老闆面前係幹練嘅專業人士，喺朋友面前係瘋癲嘅諧星，喺仔女面前係無所不能嘅女超人，喺自己面前，其實我哋只想安靜咁滑下手機，係唔係？所以今日嘅慶祝方式絕對唔係多勞多得，而係不勞而獲。呢度有3條俾各位娘娘嘅節日建議：物理性失聯，將手機丟俾另一半，話佢知今天呢台精密儀器需要維修，請勿打擾；暴力性消費，出街 shopping 見到喜歡嘅就買；心靈性放空，去做一件你喜歡但冇時間做嘅小事，哪怕只係喺公園發呆30分鐘，都係你贏返嚟嘅自由。最後講句真心話，婦女節嘅意義唔只係紀念歷史上嘅平權奮鬥，更係要提醒我哋自己，喺成為任何人嘅女、老婆或者阿媽之前，你首先係你自己。你嘅柔軟好有力量，你嘅堅韌無可取代。無論今日有冇人送花俾你，你都要為自己種下一片花園。好啦，睇完片你可以去享受生活，記得喺評論區分享你今日打算點樣犒賞自己。多謝收睇，我哋係非常一般707，下次見。